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下晡新闻，我是陈志安。现在看今日新闻重点。行政议会针对国会这款法案违反民主定序问题，通过送登去立法院复议，15天内要做出决议。台电一直了钱，经济部长郭志辉表示，无支持继续补贴，电池敢要起，审议委员会下个评估。黄仁勋最近返来台湾，回答股票一路起到超过3兆美金，半个控股变做全世界第2大公司。新闻一开始，先来看宝林的中毒案，昨是又搁加一个死亡，是一个50多岁查某人，因为器官衰竭，昨宣告不治。邦克利症造成肝衰竭，肝衰竭之后，它的感染都会造成感染会失控。住在加护病房里面，本来就容易造成很多的不同的感染，所以是因为不同的感染，再加上强心剂使用到最大的剂量之后，控制不了，所以造成它往生。那讲到这个患者是已经住伫加护病房住真久，因为肝的功能受到影响，佮感染到胆灭着换肝，昨是不幸死亡。目前宝林通报24人当中，已经有5个人死亡，1个住院，其他18人拢已经出院。继续来看宜兰庆和街昨一间寄厝火烧，消防随赶到现场，甲火拍花，不过住伫内底一个82岁老大人无走出来，是不幸死亡。大量乌烟一直庆悬，伫安静的主题区是正野白。火警就发生伫下午下晡5点外，消防人员赶到现场，伫宜兰市庆和街这栋木造的病房已经是浓烧起来，厝顶也有崩塌的情形。因为火势真的当时还是很大，甚至从我们第3面那边也有人员从第3面跟第4面大概3个面向去做抢救。消防人员部水线全力拍火，按过火势见过尾，一声将厝烧了了。家属表示，厝内底也有一个独居的82岁姓陈的老先生，2-3年前车祸了后行动不方便，拍算其他日未带安养院，想不到前一天煞发生危险的代志。但到消防人员发现伊的时阵，已经明显死亡。我根本就偷偷甲安排，这个压哦，一人叫危险已经袂惊咯啊。老先生和放在厝顶底条咧受困火场，最后传出不幸的消息，也互家属真悲伤。另外，详细的会原因，还佫等火调人员进一步了解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根据上新的消息，咱有收到美国的通知，讲有一批上新的武器，包括 F-16战机通用甲专用的零件，要卖予咱，大约是3亿美金。这批 F-16战机的零件会当协助咱加强空中防卫，这也是拜登政府任内第14批军售案，咱外交部嘛表示感谢。国防部长郭立雄今日去到立法院报告，强调要改革国军。原本官兵敢若会当带团出国佚佗，即马嘛要开放自由行。针对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无排除会动武来保护咱台湾。郭立雄是表示，咱国军即马上重要是爱加强自我防卫。本任部长就任挑战真多，外界放大检视安全领军。国防部长郭立雄初日头一摆到立法院外交甲国防委员会进行业务报告，针对美国总统拜登5摆表态，无排除动用武力保护台湾。郭立雄表示，彰显台湾的重要性。我们自我防卫能力的提升，然后加入这个整个美国印太战略，它所谓的形成一个有效嚇阻里面的一环，这个是我们的重点。就任不到1个月，郭立雄展现行动力，真紧为国军改革，包括正副主管留伫规定恢复常态，取消官兵出国带团规定，开放自由行，官兵休假改做有代志才汇报。另外，试枪术无符合即马的战场需求。郭立雄也要改，强调专注建分本务，其他用减法处理。传统那个突刺的那一种比较不具有近战格斗的部分呢，我们会加以取消。就是看到什么问题，那我们就把它剪掉，这样直接剪掉。不过国军最近定传出自伤案。数据显示，甲去年同期比，今年1到5月自伤案件加2.3倍。面对军中心腹自伤能力不足，立委认为应该加速予官兵寻求民间心腹协会。郭立雄答应会建议。
台美深化军事交流，台美国防产业论坛齐来登场。前美国太平洋陆战队司令卢德、美大商会长汉如碧、美国军火商代表团拢出席。国内是有汉翔、中科院、大船分享国际国南国造的产业亮点。我们很多年以来，我们跟美国很多公司都有合约，所以说我们早就已经是他们的一环了。有很好的生产的能力跟能量，然后也有很好的交期跟品质，所以让他们能够更加的信赖我们。国内真侪国防、军工企业拢有到场。前副总理表示，台厂透过宣传自身亮点，积极争取甲美国合作机会，达成双赢。记者综合报道。今日行政议会主要是针对国会职权法案的修法，其中已经3读的部分通过提出护基。行政院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必须依法行政，也有责任捍卫宪政秩序，守护人民的基本权利。民主政治应经由讨论与沟通的过程来建立共识。本次提出复议的目的，绝不是要升高朝野对立与冲突，而是希望透过宪政运作的过程，请立法院借由再次审议法案的内容，找出符合宪法以及国家利益的最大共识。行政院表示，这案是经过讨论，有违反民主定序正常的定序，侵害人权的疑虑，要求总统报告违反宪法规定，所以今仔日通过，请立法院复议，拍算要伫15天内完成决议。预期会有大量的返乡。因为这台电一直在了钱，行政院嘛一直在补贴，不过新政府的就任，经济部长郭智辉表示，无支持继续补贴，讲台电应该要家己想办法。因电钱敢要起，这新议会开会会个评估。随着辉达执行长黄玲芬伫台湾掀起 AI 的风潮，外界嘛好奇辉达的 AI 超级电脑中心会设伫倒位。高雄作为热门地点之一，市长陈其迈找到透早参加台湾临港智慧实验室亚摆仪式的时阵，坦白有见过美超伟执行长介绍投资环境，嘛会拍拼争取美超伟甲辉达来高雄。应该是世界第一没有问题的算力的这个部分，因为从 GPU 然后到伺服器，然后还有这个机柜，然后这个提供服务。但是我们希望说，诚如黄仁勋董事长所提到的，我们都是台湾队。国际大厂陆续扩大伫台湾的投资，嘛等于用电量的增加。但台电今年亏损严重，爱靠行政院补贴增资，4月阁因为安尼起电价。经济部长郭智辉找到罗南到高雄的时阵，表示无支持补贴台电。面对电价是不是会因为安尼起价，伊讲甲真保留。这个跟现在涨不涨电价没有正相关。好，这是现在这一次涨不涨电价是由这个我们好像有一个这个委员会，然后再评估涨不涨或者涨多少，不是我能够决定的。电价起唔哪关系到民生，美国商会公布2024年台湾白皮书，嘛提到电价向起价会对企业不利。半导体 AI 等国际大厂的投资，互各界关心台湾用电是毋是有够，嘛搁一摆引起协电厂是毋是爱研议的讨论。对此，郭智辉表示，研议爱由委员会做相关的评估，若会使研议，就会请相关单位提出申请，但关键有关伫法令的解套。记者高雄报道。讲到最近地皮的热，央行总裁尤金良表示，目前市场有3项警讯：第一是厝价起了收悬，过来是银行活动中，不管是对企业也是主体，贷款放款的比例拢收悬。那针对这个问题，央行打算伫后礼拜理监事会来讨论。新青安房贷推出了后，互国内的房市买气持续升悬。根据内政部统计，今年4月全台湾房屋移转动年增48.92%，累计今年前4个月年增率是31.57%。面对国内房市真热，也引起各界的关心。央行后礼拜4的理监事会议，敢会阁提新一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不排除来调降高总价的住宅门槛。会不会？数据来看的话，确实就是说，第一个，我们的房价居高不下，集中比例还是居高。那这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每次都会讨论。加量齐扬的结果就是我们总体信用管制失效啊。事实上，选择信用管制是有效的。
有效，也是有效。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更严重。哦，那这是其中之一。随上为2020年12月以来，央行已经5届调整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杨金龙也坦白承认，为数据来看，确实发现房市3个警讯，包括厝价一直增悬、银行法72之2条、商业银行伫办理主体建筑也甲企业建筑放款的总额，未使超过放款的时阵所收存款总余额也甲金融债券发售额的30%。以及银行不动产贷款占总放款的比率，这拢有淡薄仔悬。若是台湾消费者物价起价比率 CPI 连续3年突破2%的通货膨胀警戒线，是不是成为新的形态？杨金龙认为，通货膨胀已经有缓和的迹象。CPI 2稳定稍微的扩张，这是很合理的事情。是没有错。以前的那个错边5角跟现在的错边100块、200块。它的里面的那个东西啊，这比以前好得多。物价虽然上涨了，但是呢，它的品质啊也提升。目前，主计总处调悬今年经济成长率到3.94%。杨金龙是讲，央行甲主计总处的计算差是伫头一季的数据，若是全年重新计算，全年经济成长率比央行前一届预测差不多会调悬到3.5%，显示经济恢复的力度虽然不是真强，不过整体也是呈现向顶悬恢复的趋势。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解决护理师欠人的问题，卫生部宣布伫夜班的有发奖励金。护理师工会今日开记者会表示，呼吁卫生部奖励都要公平，早班的甲急诊的嘛应该比较来发，而且要定期来甲工会协商，来听基层的意见。拒绝同工不同酬，白班特殊不能漏。来自全台护理师工会代表甲立委洪明凯，初六伫立法院召开记者会，呼吁卫福部爱重视护理师的欠工问题，而且护理奖励津贴爱公平，袂当只有利夜班人员，工作真重的白班、急诊等特殊单位人员也爱公平发放。加护病房的护理人员们承受台湾民众无时无刻的急重症需求，加护病房却被划入了其他护理奖励的区块里面，遭受次等的区别待遇。另外，工会也指控今年3月3班护病比新制上路了后，部分病院为了要符合新规定，竟然改用手写排班表，做计数据根本无法度反映真实护理人力。手写排班表跟电子的排班表两边就变成是阴阳排班表，他们之间的护病比的差别大概会差到1到2个。要求卫福部应该要正视跟真的了解这样的问题，而不是每次都只是用这种美化的数字来去粉饰太平。病房的照顾是20小时，那所以才优先把这个争取到的40亿呢，用在这个3班轮值夜班奖励优先。工会呼吁卫福部应该甲基层工会团体建立定期协商机制，达至基层意见。另外，津贴奖励制度爱公平，3班护病比应该以病房做基础单位，离职率甲旷课率爱就往公告等。对此，卫福部回应强调，今年底进前会阁甲相关团体开会检讨改善。记者综合报道。虐待囡仔案件不时在发生，即马就规定讲，若违反着儿少法的，拢着爱公告名声。不过，民代质疑讲，各县市公布无统一的标准，有的是随公告就随摕落来。希望卫福部会当加强管理。画面当中，教保员求囡仔手骨，还有技术肾碎配状况。特别是北投一间托婴中心，后面台亚出教保员不当对待。虽然地检署受函了后，由负有专职检察官调向违反儿少法方向侦办。特别是社会局依法公布违法事项，包含托婴中心负责人的名字，甲教保员如何不当对待。不过，民间团体发现，各县市公布内容不同，甚至有违法事情证明。所以也是查不到的情形。之前我们协助一个桃园的托婴中心案件哈，他是一对双胞胎，那被打巴掌，然后之后呢，妈妈努力了很久，好，终于司法判决，但是我们在网站上找不到那2位的名字。民间团体指出，全台72县市违反儿少法公告是拢无共调。
有的是资讯无够明确，有的甚至县市公布3年了后，各项项摕落来，互家长无法度查询风险或者是行为人到底做啥物，有可能互弊用一直发生。民间团体认为，这牵涉法官无够明确，希望为福部应修法，加强保护儿少权益。这些人是应该要去提醒其他的家长的，就是避免他们就是流窜在各县市的一个状况。我认为法源不明确是这件事情没有办法落实最大的一个问题。民代呼吁一直传出虐待囡仔代志，中央应该明确定出公布相关案件标准。另外，说明的违法理由也要清楚，资讯要好查，甚至在侦办过程当中的案件，就算也可用上诉，司法系统应适时将资讯提供地方政府，避免不当对待一直发生。到这个为止，主管机关卫福部拢也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环境部统计，在疫情期间，个人平均每天会制造出1.13公斤的粪扫，即马疫情过后是增加到1.36公斤，是愈来愈多。环境部长裴启明是表示，目前当咧规划加起12座废弃物处理设备。新冠疫情改变民众生活习惯，外送愈点愈多，嘛制造搁较侪粪扫。期间，逐人逐工产生1.13公斤。毋过，疫情过了后，粪扫量由原在增加，来到1.36公斤。环境部长裴启明表示，除了生活习惯改变，计算方式改变冇影响，并对未少所在出现家用粪扫无所在通去堆伫遐，立委关心要安怎解决嘞？现在是84万吨啦，大概分散在107个这个暂置的掩埋场里面。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把暂存场能够降到去化掉？那这个还要几年的时间。立委一期是毋是一般焚化炉收需要废弃物较有通趁，所以甘愿来收需要废弃物，无爱收家用粪扫，排斥造成。环境部指出，目前已经规划要增设废弃物的处理设施。行政已经核定的方案，那就是由环境部、还有经济部跟国花费。那现在有推动12座设施。针对固体再生燃料 SRF 进前引发环团批评成分复杂，烧了后造成空污更较严重。环境部长裴启明表示，确实有问题，会来全面体检，但嘛辅导产业推动，认为不应该甲伊污名化。如果说有这个 SRF 能够成功的话，其实它会让整个事业废弃物大量的在减少。国民党立委陈正辉是关心2050净零排放敢会当达成咧？部长裴启明承认无乐观，而且是全世界拢无乐观。对台湾挑战更较大，需要弯道来超车，认为爱来好好检视现行的能源结构佮供应。记者林正伟、夏基文台北报道。那讲到1984年，台湾伫咧这共一年时间，就发生3件严重的炭坑崩山甲爆炸意外。今日有一阵炭工开记者会，因是呼吁经济部应该公开事当时的事故原因，佮当时5亿的善款到底是用伫倒位，嘛要针对炭工的职业病提供更较好的医疗照护。想恭请我们赖总统在6月20号参与我们那天晚上的晚会。经过炭灾生存落来老炭工，邀请炭工之主总统赖清德来参加20个海山抗灾40周年纪念晚会。因为土炭是早期的主要能源，也是战略物资。老炭工找到伫学者甲国民团体陪伴之下，向政府发声，要求清楚公布1984年3大抗灾的发生原因。因为迄时阵6月发生的海山抗灾，造成74人死亡；过来梅山抗灾也造成103人死亡；年底海一炭灾也有93人死亡。现在如果要抗争，剩下不到应该30个人，所以再经过5年，可能剩下我们2个人可能也就不在了，也就没有人抗争了。社会大众要给矿灾跟矿工遗孀的家属的这个善款，可是最后到底他流到哪里去？老炭工向政府提出诉求，希望经济部公开3大抗灾发生的原因，呼吁监察院重启调查5亿善款的流向，佮希望政府应该对炭工尘肺症职业病提供医疗照护。省建设厅还有包括台湾省矿务局
这个监督还是有所不周，所以说当时都是用记大过跟记过申诫还有调职的方式来处理。职业伤病的医师要特别去询问他的职业病史。那如果说他过去是曾经担任过矿工的话，那要积极的来协助他们向劳动部这一边的职业伤病保险这边去争取他们的保险权益。对中企调查的诉求，监察院表示，若相关的人过来进前，会依照规定办理。总统府是爱等收到邀请会等相关的资料了后，过来评估处理。目前暂时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辉达的执行长吴仁勋最近返来台湾参加台北国际电脑展，辉达的股票嘛是一路咧起，到早收盘价值已经超过3兆美金，拼过苹果公司，嘛变做全世界第2大的大公司。总是穿乌皮衫出现，精品大厂辉达执行长61岁吴仁勋，伫台湾的一举一动，成做美光灯的焦点。因为吴仁勋英文的名叫做 Jason， 所以有人讲这款的现象是 Gentility。辉达的股价也伫美国站上历史新高。辉达周五收盘股价起5.2%，每股1224.4美金，可创新高。公司期待一日将超过3兆美金大关，超过苹果公司摕到全球市值第2，也是头一间3兆美金俱乐部的半导体公司。Future laptop, your future PC will become an AI. They'll be constantly helping you, assisting you in the background. The PC will also run applications that are enhanced by AI. 吴仁勋顶日伫台北国际电脑展宣布，会伫台湾设立第2个人工智慧 AI 超级电脑中心，也强调台湾伫 AI 领域的重要性。辉达前一摆的市值超过苹果，已经是2002年，迄当时两间公司的市值拢还未到100亿美金，即马已经无共啊。执行长吴仁勋表示，公司计划当年升级 AI 加速器。华尔街认为，辉达超过微软只不过是早晚问题。Earnings were about, I think, more than 95% through the earnings season, and the earnings picture has been a positive one. We're coming through for Q1 the fastest growth since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2 year over year. With about 6% growth across the board compared to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 伫精品股的鼓励之下，美国标普500甲纳斯达克指数拜三双双创下历史新高，也互经济数据市场开始乐观看待，联准会今年会降息2摆。公司新闻陈文仁编译。行政院通过科技侦查法的草案，佮通信保障监察法的修正草案，讲警察有权直接调人的电话资料来办案。民团是表示讲，恐惊会侵犯到人的隐私。立委嘛建议讲，若是牵涉到的是罪行较轻的，应该会当卖通用。联合被害人设计掠车手诈骗问题，逐天拢上演，警方掠嫌犯总是掠袂完。为有效打击诈欺，行政院修法通过《通信保障甲监察法》，按过民间私解团体是批评修法的草案，恐惊会侵害隐私，也甲自信自主。即马早上就要立法院排审，这原来引起立委的质疑。把一些特定的轻罪排除，引诱儿少从事色情业的，这个都是很轻。如果说这个不拿掉，这个都没办法掉通年。脱逃罪这也是轻罪。这个像我们上次那个杀警案，这个如果说没有调这个记录的话，会延误时机。这届修法的重点放宽办案的限制，只要警方认定有这个必要，就会当直接调阅嫌疑人通信使用者资料，可能包含电信门号、通信时间、IP 位置等。有立委认为，恐惊有乌白调阅的问题，建议拜读轻罪适用。有立委表示，该采检察官保留。你们现在一步啊，从法官保留跳到什么司法检察官也可以吗？所以大家会担心嘛？主要是考虑到人头账户非常多，如果每一件都找检察官，就是整个人力负荷可能会比较吃紧了。因为违法侦查公开，你会不会？你会违法把这个讯息侦查秘密，我们不会把这个。我跟你讲，你当然说不会嘛。面对各界质疑，法务部长陈明谦回应：人头问号伤济，若是采检察官保留，恐惊佫增加检方办案的负担。由基层检察官组成的检清检改，呼吁民团无应该阻挡立法。有关科技侦查的相关法案，伫立法院内外拢有激烈的攻防。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现代人手机啊是愈摕愈潮，连少年人嘛同款。都调查讲，台湾10岁至15岁青少年当中，有将近90%拢有家己的手机啊。自细汉就咧看网络，影响到人际关系，而且有3成囡仔拢惊失败，对新的物件甲挑战唔敢去试，就直接放弃。学生囡仔一人一支手机啊，现代青少年自出世就生活伫咧荧幕甲网络的世界，尤其是即马10岁到15岁的族群，即个岁数的青少年，因为疫情的关系，除了生活之外，嘛比顶一代的囡仔更较早开始线上学习。根据一份上新的调查，国内10岁到15岁当咧读5年级甲9年级的学生囡仔，87%拢有手机啊，大部分是透过社群媒体来经营人际关系。9年级的囡仔有26%，逐工耍社群媒体超过4点钟，超过一半。囡仔讲，因真要紧，有互人起赞也无，而且对赞的数量感觉走心。有一半的儿少，他其实在我们的问卷中承认说，他在 po 文之后，他就会开始感到焦虑。另外还有将近40%，也就是39%的学生，他说他光是看别人的 po 文，他就会觉得焦虑。调查嘛发现，这群囡仔年纪愈大愈袂去找大人拜托斗相共，拄到问题颠倒会先透过网络来找朋友，而且有3成的学生因为惊失败，甘愿袂去试。心理师建议台湾的家长应该理解青少年的心理。现在的父母比较多称赞孩子了，他比较不会那么羞辱啦、评判啦。但是称赞，我们已经非常明确，从社会情绪的学习来看，那个对于孩子不怕失败是没有帮助的，他需要的是鼓励跟肯定。根据2018年国际学生能力评估的结果，台湾学生惊失败的比例伫79个国家内面排第1。6年过去，青少年也是对失败感觉惊吓。调查团队认为，社会应该重视这个问题。记者柯山、柯明哲台北报道。咱的国家基建发展法对2019年开始实施。今日法院邀请教育部甲文化部报告推动状况，有立委就质询讲。教育部的文件较大，也是写做闽南语，无写台语。另外，嘛有真侪母语团体嘛咧要求讲，爱赶紧成立台语推广的专门单位。文化部是答应讲，会设置台语的语言发展文化中心。够水啊！台北国际电脑店 NVIDIA 创办人黄仁勋、加比超美创办人梁建雄拢讲台语，引起社会关注台语。但是，初六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质询的时，有立委批评教育部，即马官方的台语认证考试，也是号做闽南语语言能力考试，到底什么时阵才通正名做台语？伊头拄讲有够水的啦，署长有够水啦，我咧讲什么话？台语嘛，哈，你看你也说台语嘛，我可以接受你们现在目前觉得课纲很难，及时的调整。我上一次的说法是说，非课纲的活动业务，第一线的所有公文往来，还有你们在做所有活动的时候，到底为什么不能改成台语？里面那个课纲，它目前在沟通的过程中，它会影响到整个教育内。这个说法我们之前真的已经听过了。立委对教育部的回应并无满意，要求教育部搁再提出报告，说明台语正名的进度。另外，台湾自2018年开始有国家语言发展法，保障国母语的发展。但是有立委对台语认证考试的报名人数发现，唔但考试人数下降。另外，少年辈虽然伫学校有母语课程，但是考试现场人数却无理想。112年跟前面2年来比较。那不管是我们的报考率、我们的通过率，其实逐年还是在下降，没有提升，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发现反而是有参与部定课程本土语言这一群学生们，都要比没有参加过部定课程相关教育的这个30岁到60岁的族群来讲其实低非常的多。那我们有透过很多的奖励机制，我们希望鼓励我们更多的孩子。立委希望检讨现行鼓励囡仔参与母语考试的制度，提高母语能力。教育部会伫1个月内提供报告。另外，有立委发现，即马台语愈少年愈少讲，即马推广台语主要是由文化部、教育部执行。立委要求爱有专职单位。有学者指出，那应该设置一个台语事务委员会，来专门推动台语相关发展的业务。部长，您觉得呢？你认同吗？认同啊，因为我们目前就是朝着先要成立一个像多语言发展的一个文化中心。另外，有立委讲，即马推广客家文化的客家文化园区，全台有24大，关注民文化园区有30大，但是即马全台湾只有一个民间成立的台语文园区。立委要求要由中央设立台语文化园区推广台语。文化部表示，即马已经有咧规划，地点可能伫咧台南。记者郭伯君、林玉凯台北报道。
国际上要紧，根据欧盟相关单位研究，今年到5月底，全球的平均温度比工业化进程佮悬出1.63度。两个嘛，佮再呼吁到2030年，全球化石燃料要减用3成，嘛要先扣税金。最近一直有一项各办理气候变化服务采购表示，甲去年同期比，过去12个月拢是有史以来上大的月份。全球均分比工业化进程悬出1.63度，这是1940年有史以来上大的时期。而且未来5年有高达8成几率会搁一摆出现温度超过1.5度的情形。But this won't change the picture. So we are bound to see this temperature being exceeded in the future.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of the next 5 years is very, very likely, almost certainly warmer than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of the last 5 years. 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在纪念世界环境节演讲当中表示，2015年设定升温1.5度的目标的时阵，认为发生这种情形可能应讲是0，因为改变局面时间已经无济。伊爱2030年全球生产家用化石燃料减量30%，而且是对碳加化石燃料扣税时阵咯。And by COP29, we need early movers to go from exploring to implementing solidarity levies on sections such as shipping, aviation, and fossil fuel extraction to help fund climate action. 古提瑞斯阁指出，甲真济政府限制薰草等有害物质的广告比起来，各国政府应该禁止化石燃料公司广告宣传，而且这造成气候变迁产业毋但趁创纪录真大利润，阁享受纳税人数条美金的补贴。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继续来看美国驻黎巴嫩贝鲁特大使馆昨是发生枪案，嫌犯调查目前人伫咧病院，这犯案的动机也不了解。有黎巴嫩的媒体是指出，嫌犯伊穿的甲仔顶头有印伊斯兰国相关的字，不过到当时也无任何组织承认犯案。黎巴嫩军方表示，有一个枪手初5早起8点半了后，想要攻击伫贝鲁特郊区外的美国大使馆。枪手去黎巴嫩士兵开枪逮捕，已经送医。根据了解，枪手是叙利亚人。ما أخذنا وعطينا بس طلع أكثر من 15 ل 20 طلقة يعني وقفنا هون ركضنا لهون لنشوف شو صاير。美国大使馆表示，有通报伫入口的所在发生小规模枪战，持续差不多半点钟，无去伤到大使馆的人员。不过馆外有一个警卫受伤。美国大使馆初5礼拜3暂时关起来，一定初6拜四开放。2023年9月，黎巴嫩的美国大使馆原8方考枪，不过甲政治目的无关系，嘛无造成伤亡。根据黎巴嫩的媒体报道，初5这件枪击案的犯案目的也无清楚。有相片显示，有一个规身躯笼罩灰的枪手，穿黑色的甲。顶冠用阿拉伯语写伊斯兰国加英文字母 IS， 互人认为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缩写。DSS is coordinating with the Lebanese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We are aware that the individual who was arrested was wearing what appeared to be ISIS insignia. 枪击发生的时阵，当地紧张局势也真悬。黎巴嫩真主党甲以色列国防军几落个月的战斗对抗，互两个边界附近已经有几6000人无厝通住。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伫内阁极右派成员要求打击真主党的压力下，初5前往北部边境地区，并警告伊的政府暗算对有伊拢伫后边做靠山的真主党采取真强硬的行动。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转来看国内桃园杨梅一间环保工厂昨半暝火烧，因为这火已经弹开，消防局是出动高效能的米酒吧化学车来拍火。环保局嘛派人伫现场监测，目前空气无受到污染。真美大火，阁有阵阵的乌烟。桃园杨梅西1路顶悬一间环保公司工厂，初5暗时11点27分发生大火，因为大面积在烧，消防局也出动米酒吧高效能化学车协助拍火。火势伫透早5点39分拍发，好在这场大火无人受伤受困。现场存放大量的塑胶粒子燃烧，那现场先以四面防护，避免延烧。那燃烧面积初估约为1500平方公尺。这台号称米酒吧的高效能化学消防车，常常出动重大工厂火警，每分钟出水量高达6000公升，比传统的6倍较侪，车差不多100公尺。特别是头前有长期探检功能，用穿过铁片处降温，
针对这件环保工厂的火警，环保局第一时间也赶到现场进行监测，空气品质无问题。烟味啦，烟味对，昨天火很大，对，火很大，就是烧塑胶的味道。昨天半夜的时候，我就有听到消防车的声音，还有那个里长广播的声音。本局周界监测结果，于上下风处量测 VOC 监测，上风处为0.701 ppm， 下风处为0.868 ppm。巡视场外没有消防废水排出。环保局表示，火灾现场是塑胶制品制作业，不是毒化物列管定所，是不是造成空气污染防治法违规的要件？等消防局先调查清楚导火原因。另外，有关火灾了后产生的废弃物，会按业者妥善处理，各留存清分连单来备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华昨是发生规模3.7个地震，上大震度有2级，这是自2011年以来中华上界有地震。有民代就提出资料警告，讲中华未来50年以来发生规模6.5以上的地震，这机会是有到3成。呼吁县内就要加强厝体的检验。民众透早照常上班上课，看不出来有啥物无同。彰化县初五暗时9点20分发生规模3.7的地震，震央伫个县府西边4.4公里的所在，深度21.9公里。彰化市上大的震度2级，有民众当咧困，互药加精神。晃动啊！有晃动。对啊，嘿。那时候你在家里是在做什么？刚才在睡觉。在睡觉，所以有被惊醒到，对不对？哎呦。根据气象署的统计，对2011年到今，彰化有13摆的地震，这摆规模上大。地震测报中心表示，这摆是属于地质破碎大的应力反应，目前无看到异常，甲附近的彰化灯站敢有牵连，也阁需要资料来分析。它是没有这个出落地表的，它算是一个囊断层的形式。那因此呢，要判定这次地震跟彰化断层的关联性，还需要未来更多的资料去做分析和探讨。不过，彰化县议员王伟达表示，经济部地质调查甲矿业管理中心捌公告，彰化灯站顶一摆发生规模6.5以上的地震，到今已经176档。未来50档内发生6.5以上地震的几率是30%，是西部的县市当中上悬的。尤其彰化灯站软过人口真密集的所在，包括县府、议会甲灾害咧协送的病院，拢伫个灯站大顶头，必须爱对核心机关甲围绕建筑加强检查。好比说彰化女中啊、中山国小，那甚至经过我们所在的县政府、县议会，以及呢我们重要的医疗系统，包含彰基秀传。那所以当这样的断层如果真的发生错动的话，影响的人口跟这个相关的建物也会非常的多。在断层带里面，其实它透过建筑物的设计、结构的一个设计，事实上是可以强化整个它的自震的能力。大概在这几年里面，针对公有建筑物在耐震的出品或者是结构补强部分，都会特别去要求了。彰化县建设署强调，灯站大顶头的政府机关建筑拢有做耐震的补强，也若建筑安全的检查，会当分做耐震快胎、粗平、中平、甲围脑中建4个阶段。2021年到今已经完成152栋初步的评估。目前以9日一地震进前所起的6层楼悬以上的集合式主体做代升，对地震的威胁唔敢大意，会继续做检查。记者综合报道。斗六在地长久以来，希望市区铁路高架化，不过一直拢无进度。县府今日是特别邀请台铁来会勘，总算是有初步的共识。讲未来若审查通过，上紧搁12档就会当完工。因应斗六市铁路高架化，云林县府交通工务局提出要拆民德路桥、大学路桥来增加临时并交道，也若瑞宽路桥有部分要塔悬7公尺，后小型车会当过，避免影响交通。维持一个小型车辆能够通过，所以我们必须要再提高7.2米了哈。所以呢，在这个所有取得共识之下，已经达成。那必须中央政府在比原来的哈这个210亿哈再增加9亿，云林县政府要再增加1亿啊这样的一个预算哈。够宽的话，立体化绝对是可行啦，100%要立体化。云林县府表示，斗六市是云林行政中心，虽有9搭边交道、3个桥甲2位地下道经过市区，造成市区无法度发展甲交通的问题。108年，县府提出可行性评估后，煞无结果。初6早起，云林县府阁招铁道局、台铁公司等单位会勘，初步达成共识。取一半径
还有临时平交道设置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哈。那大致上也跟公司这边达成共识，我们希望云林县政府呢尽速把可行性研究的评估报告呢，按照去年审查会的结论呢，重新报回来我们交通部那铁道局这边跟交通部会协助后续的审查作业。云林县府交通工务局表示，后续会赶紧完成提报定书，加速斗六铁路高架化的规划。未来若审查通过，预估2年后会当施工，按算12年完成铁路高架化。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前一阵有日本的盲青来台湾的高雄佚佗，讲有不少机车违规徛伫人行道顶头，阮感觉真危险，因为台湾的交通安全爱检讨。警方是回应讲，未来会针对人侪所在科技执法，嘛会加紧来讨论。日本盲青带阿母来高雄捷运美丽岛站附近佚佗，因暗时散步的時陣，煞互袂少機車驚到，因為機車就徛伫人行道。びっくり私は歩道を走ってたら日本ではちょっと大変なことになる。一台一台機車攏徛伫人行道，甲用路人相閃身，安尼行為其實已經違規。民眾仲講，台灣人就是貪方便，這種狀況直直發生。嘛有香港遊客觀察到，唔那人行道，機車也會徛伫頂仔卡，應該會當行位車路去。在一些商店啊、騎樓那邊走，有時候就我們走着走着，就會有一些機車就開上來，走到馬路上面去，然後旁邊有車經過，就感覺蠻危險的。台北迄個人行道細條啊，高雄就是方便啊，路大條啊。針對這支高雄用路人地價嘅影片，儕網友留話，認為台灣嘅交通真危險，替台灣感覺見笑。根據高雄市交通大隊統計，今年到4月，針對機車徛伫人行道已經處地2335件，甲去年同期比是增加1046件，提懸81%，會依法來罰600到1800。警方會針對民眾較濟相關，伫個相關單位會勘了後，處到地方的共識之下。使用科技的設備來處理違規。交通大隊表示講，目前高雄市敢若佇左右2條人行道有科技執法，未來針對相關人較濟所在增加科技執法，呼籲民眾莫為着一時的方便來違規。記者鍾義輝、許兆陽高雄報道。台南的四昆新有一條紅樹林水路，有在地居民伫遮咧飼蚵仔，因是望講會當比較細草推動迪拜的觀光。市長吳偉霆嘛表示，願意來協助。台南南區四昆新紅樹林水道，目前是飼蚵仔產業的最上運蚵仔的通道。一透早就蚵農佇做工課，但是看伊的四周圍，規片是原始紅樹林的風貌。對此，地方有聲音希望打造水上市集，比較細草紅樹林水道觀光。我們這裡的紅樹林有人來評估，就是比市場那裡的品種還多，所以我們希望政府和港務局都給我們支持。事實上，包括當地散發企業互權協進會、四昆新龍山市昆新里里長辦公處已經是規劃一段時間，嘛委託專家提出規劃書，當地希望趕緊來執行。你像灘塗魚、招潮蟹，阮遮是攏有啊，嘿啊，講共款哦，只要是。迄個伊講的紅樹林的一寡內底一寡迄個生態是攏袂歹啊，對咱遮發展是袂歹，袂歹啊！啊，只是敢講，若有法度過來建設一個講文化啦啥貨，來設一個迄個地標啊啥，互觀眾會當未來講啊，未來到遮有一個地標。市府的態度是樂觀其成，會盡速來辦理密集的會勘，建設成為觀光資源。我們希望能夠比照市場觀光遺族法的模式來跟就是帶動我們地方。我覺得很好啊。那您剛剛提到這個秘境，我們也會請這個議員您再跟我們的一起會勘，然後把它建設起來，這也算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光資源。台南發源地的台江，如今敢若剩台江內海以及的四昆新濕地，嘛保留真濟紅樹林原始風貌。當地是盼望配合當地特色，景觀發展，成為離市區上近的觀光秘境。記者鄭雲台南報道。文化新眼界來看台北大稻埕下海城隍廟文化節6月7日起要連辦1個月。
艺术家施正文嘛开过展，这届是展出七爷八爷的主题为主。下海城隍庙嘛特别请七爷八爷来到现场祈安祝福，望讲互来者看过人了解到大场埕的信仰文化。啊个，迄阵阮细汉的时阵哦，我坐在大人的肩膀上面吼，那种感觉我都画出来。啊个，有时啊咧旅游哦，有人来开窗仔门啊出来看安尼。艺术家施正文先生那讲那回忆大场埕迎新风的情形，伊的作品当在在地的嘉宾馆摆反射将军场埕印象画展。施正文讲，有一年出国，可以开始思考什么文化才通互外国人了解台湾。伊头先想到的，就是旧历5月13迎新风埕看到的七爷八爷，也是济人心灵安定的寄托。所以就安尼开始一系列的创作。啊，我从细汉啊听到这老咧的顶头的声哦，我就迫不及待那个拼去看，因为阮爸爸咧卖布，啊，我是咧为迄个衫的迄个设计师啦吼，佮加上讲，是毋是讲真爱看这拜娘老咧个迄款的阵头啊，所以因遐个颜色触动到我的那个心理。施正文的作品总是有丰富的色彩，伊认为是受到厝人的启蒙，加上大场埕埕庙会顶头，所以总是生活在各种色彩当中。伊认为闹热佮多彩也是台湾文化的特色。下海城隍庙嘛，甲庙里的七爷八爷请到展览现场，希望互大家在欣赏的时，嘛会当认捌在地的信仰文化。拄啊好，咱庙内，你讲咱城隍爷边啊，一定有这个七爷八爷嘛。啊，阮的时阵就是古早经历的时阵有这两对迄个七爷八爷嘛。啊，其实原底迄两对经历出来的时阵，已经浮去啊。啊，阮是重新来雕刻的安尼。所以讲，这对七爷八爷当然就非常代表讲咱这个迎老的文化。所以讲，嘛是配合咱的这届的展览，特别咧，请因到这个嘉宾厅等于说来作证这样子啊。画展自6月初办到6月底，这摆台北下海城隍文化节伫永乐广场台北地下街嘛拢有相关的装置艺术。主办单位嘛希望会当招民众去大场埕了解在地文史。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教育部自2016年开始举办海洋史创作评选活动，美学文校推动海洋教育。今年已经是办第3届，这种的作品内底冒出现台语诗，作者是利用台语声调趣味，带大家行入海洋世界。要思考即摆大海拄到什么款的问题？100年来，年年的港边的马祖间的乌鱼公签，啵啵啵啵，只是发动。啵啵啵啵，铁船冲出海。这首号做信仰的台语诗，用台语的声调描写高雄家庭渔民掠乌鱼，渔船引进发动的声音。也那像当地庙市逐年求乌鱼公签的时，签刻着签筒的声音。其实这首诗的创作者是要透过乌鱼这个例，思考使用海洋资源的问题。马祖地只是讲咱什么时阵爱出去掠，爱往倒一个方向出去，才会掠到鱼。啊，毋过这几年因为中国的南部的状况，所以造成讲以后来讲，咱即摆乌鱼的产量愈来愈少。透过诗思考海洋的问题，这首诗得到第3届海洋诗创作评选的优等奖。这个奖是由教育部下骹的台湾海洋教育中心执行。今年以影响海洋做主题，为各小组到教师组，计共有66首诗得奖。对海洋的许多的情感的发抒，怎么样转化为一种行动的力量，让我们所有的每一位国民能够更喜欢大海。海洋文学必然是台湾社会跟海洋中间一道感性而美丽的桥梁。如果我们能够创作更多的海洋文学作品，台湾社会会走过这一些海洋文学作品的桥梁，看见我们的海。教育部表示，海洋教育为2008年开始，就加做课纲内面重要的议题，鼓励学校融入海洋教学。教育部会继续推动多元的海洋教育活动。海洋教育中心表示，这摆得奖的66首诗，每首会安排展览伫台湾各地，各有离岛展示，互民众透过文学熟悉海洋。记者郭伟林、玉凯台北报道。
讲台语当时行最近台湾的动画代理业者宣布要甲《中华一番》这出经典的动画，其中的12集改做台语版，伫 YouTube 放送，用活泼的台词甲澎湃情绪，呈现出料理的特色。真侪网友拢讲，听到用台语来讲料理，这实在是亲切个信息。就赞嘞！内底的笋啊，就甲用光风加起来真 Q， 冲出来洗。当时将喜气的气味嘛脱开啊！用活泼的台词、甲丰富的表情和情绪，带观众做伙来感受料理的口感甲特色。中华一番是真侪台湾民众拢捌看过的日本漫画，近摆伫网络放送的时嘛，拢会引起真侪讨论。台湾的漫画代理商最近也探索推出台语版。这节目影早，足侪人拢有看过啊，所以就足有名。啊，一方面呢，是因为内面有足侪对话，啊，有足侪故事是足出名、足好耍的、足趣味的。所以咱就选择中华一番。代理商表示，因自间谍办公会台语版推出以来，收到真侪热情的回应，互因想要继续试无共类型的漫画来做台语配音。这届中华一番以经典的黄浦江老岭南宴席料理大赛来配台语版，像过西会黄金开喙笑、歹食因等等，拢会出现伫剧情内。你即马有诶，就敢若这见笑的歹食因啊！台语版的中华一番配音员嘛，拢找有10多年以上的老经验，因希望用心活化的台语，带大家同齐来看这出经典的美食漫画。语言物件已经足深的，阮拢是哪行哪学。啊，毋过你至少要有基础。你若无基础，你要安怎用？你要安怎改？你无法度改嘛 ，OK？ 所以爱去外口上课。是这几年。最近这几年较开始较有啦，较济啦，愈来愈济啦，嘛是这嘛是一件好代志啦，就互大家较了解咱家己本土的话是安怎讲。台语版的中华一番自6月初3开始，一天播一集，拢总要播12集。代理商指出，目前网络的反应袂歹，若是关注的人愈来愈侪，因嘛考虑甲52集全部配做台语，嘛希望引起大家对台语的兴趣。记者卢尚珠、郑俊友台北报道。公司新闻7万2翻译。下晡报天气情况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3度到26度，中部地区25度到29度。南部地区27度到31度，东部地区25度到30度，外岛地区21度到27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我是志坚，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